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的四湖国小伫暑假举办着绘本的课程，来看咱这个报道。四湖国小伫寒暑假期间举办绘本营已经有6年，今年是以环境永续、性别平等、适量教育、阁有新冠肺炎等等来做主题。开始会进前，老师先透过网络来上课，互囡仔先理解这个题目，互大家选主题，再请家长来协助。那我们在上绘本营之前，我们都有视讯上课，然后跟孩子们讲什么是有趣发展教育。绘本的完成，唔但需要老师、家长来斗相共嘛，真重要。囡仔选主题了后，伫厝内互家长和囡仔沟通，从生活当中的代志来观察，写出家己的故事。我觉得很有帮助啊，因为这个主题就是很符合他在家里的状况啊。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议题，我们就是由新冠肺炎开始发生，我们就开始教他说这是怎么开始发生的。透过做绘本，囡仔事先了解需要的知识，伫创作的过程当中学习，比单纯听老师讲课，搁较趣味嘛，搁较有印象。